观众，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最近的时事。下面插播一条突发新闻：威我市名山大学的考古发掘现场，近日凌晨2点55分发生不明爆炸。目前，消防及抢险人员已赶到现场展开紧急救援工作。据悉，该考古现场是在3个月前由市文物局联合名山大学考古系在陆氏集团的资助下进行保护性发掘的。专家分析，此遗址极可能为传说中500年前一夜沉入地底的建安古城。终于完岗！哎呀，功夫不负有心人呐，这次一定顺利过岗。点击破万，收藏破万，打赏破万，漫画界新秀奇才连一帆即将出道。这是哪儿啊？熬也熬出幻觉了吗？等等，这身打扮，难道我穿越了？真的穿越了！我就知道我不是普通人！不是吧？开局就刷大怪，难度这么高？不过没关系，看我用主角光环！一点面子都不给主角的吗？还来！三星妖风，哦，好操作哦！不是我现在能搞定的呀！新手向导还没有出现，按照一般的套路绝对不能浪，保命要紧！溜了。这难道就是无敌大宝剑？抢妖风！我去！怪兽别急呀，我还没开始发育呢！这家伙搞什么鬼？
竟能一边走位一边带妖风避开我所有攻击，套路真脏。你别太过分啊！我可生气了啊！走开！走开！走开！救命啊！我的任务。小伙子，小伙子，小伙子，醒醒酒，天亮了。原来是梦，没穿越。你想干什么？嗯？我去，还真不是梦。这一生时，你终于出现了，快和我缔结契约，一起拯救世界吧！哦，哈咦呀，哈哎呀，年纪轻轻的就这么疯了。幸亏上个月喂流浪猫剩了半袋，还没过期。喏，给。这个大小挺合适，放心用，我每天都会帮你铲干净的。都说了，本座是护镇神兽吉里，不是宠物。嘿嘿，你以为我傻呀？神兽明明是这样的。虽然大部分都是杜撰，不过魔神和其手下的妖风们确实被玄黄无极阵封印于异界。本座身为护镇神兽，名为吉里，已坐镇3界1000万年。吉里，收起你怀疑冒犯的眼神。昨晚要不是本座赐予你战炉神剑，凭你能活着出来？啊，那个无敌大宝剑叫战炉啊！这家伙说的很有真情实意，不像胡吹。唉，可惜时光流逝，封印松动。妖风们通过时空之隙，让3界破坏的情况越来越多。时空之隙，什么玩意儿？它是3界与1界能量不稳定时产生的裂缝。放心吧，时空之隙里非常安全。毕竟你是天命之人，能够看到普通人不能察觉的魔怪和灵兽，又拥有强悍无敌、拯救世界的力量。啊！拯救世界！是啊，所以进入时空之隙打败妖风，注定是你的责任。放心，妖风很好消灭的，非常简单，一定要多战斗哦。嘿，尽管交给本英雄吧。嘿嘿嘿嘿，哈哈哈哈！不过你说封印魔神的阵法松动了，这可是天大的事啊，要怎么修补呢？这个嘛，搬砖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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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一凡，你硬是个草鬼，发书讲了没？老板，能不能再宽限1个星期啊？等我这稿过了就有稿费。一稿下一稿，稿快快，没得钱，你就过来给我做活路。是，马上到。吉里，你就待在家里，我得出去赚小钱钱了。等等，还有啥事儿？在外面
绝对不能泄露本座的身份机密。不行，做亲自监视。那剑侠客什么来头？刚成为天命之人就能单杀3星妖锋，放眼3界能有几个？绝对来头不小。剑侠客大神666，剑侠客哥哥走花路吧，嘤嘤嘤。什么哥哥？要我说，肯定是个冷酷内敛、沉默寡言、气场超飒的美女。美女，我已经给你送了上千次外卖了，每次不是薯片汉堡就是炸鸡辣条，要多吃蔬菜，多运动啊！哦，对痛经也是很有帮助的。记得多喝大枣红糖生姜水啊！剑侠客，听这名字一定是个潇洒飘逸、优雅体贴的帅哥。嘿嘿。别争了，总之剑侠客是个高手没跑了，深不可测，行事低调，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好，危险！停车！还能这样玩的？姐弟，这智商没救了。有病啊！赶着去投胎啊！精神病就别出来了。这小子哪儿冒出来的？天命之人法则没看过啊？哼，我见过他，是个憨货。有东西，快跑啊！让开，快让开呀！让开，让开！哼，海毛虫微毒而已，哪来的缺心眼？5秒之内，我要这家伙的详细地址。哎呦，真人搜了！任这小子折腾下去，整个3界的人都要知道天命之人的存在了。天叔还不动手？再不快点儿，人就要被精神病院收走了。本台消息：11点30分，一男子突然冲上名山市医院之路人行横道，致多车追尾。据目击市民称，该男子稍前曾在名山公园散布毒气谣言，造成人群恐慌。因男子已有精神分裂、被害妄想等症状，名山市精神病院已派医生前往处理。那家伙就是剑侠客！天命之人法则第2条，不可伤害平民。第3条，不可在平民面前随意暴露身份。第11条，不得因非不可抗原因引发动荡骚乱。你刚成为天命之人半天不到，接连触犯多条法则，你可知罪？天命之人法则？什么玩意儿？别搁这装傻！千里传音阿婆婆注册第1步就是熟读天命之人法则。
千里传音阿婆婆，又是什么玩意儿？演，继续演。阿婆婆，啊。嗯，啥时候装的？这也忒流氓了吧？不知者无罪，我什么都不知道。这小子好像真不知道。哎呀，早跟上面人说了，流氓软件要不得，现在咋整啊？我来判判。剑侠客林一帆触犯天命之人法则第2、3、11条，念在初犯，只警告罚款，稍后你会收到处罚详单，就此结案。为什么要罚我款啊？我又没……哎呀，行了行了，对外事务部下班了，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哎呀，这小子刚填的登记表啊，找到了。主人林一帆，灵宠名，吉里吉里，物种。护镇神兽。是啊，护镇神兽，我的灵宠。小伙子，有点东西啊！不错不错，世界等着你去拯救。加油，毛利给！他管那个畸形傻泡泡叫护镇神兽，吉里我还咕噜的。这样的小辈能干掉羊驼怪，真让人想不通啊！看，他们也觉得你像长畸形了的泡泡。畸形，你全家都畸形！叫你不要泄露本尊的身份，你哪儿不啊？不讲假话是我林一帆做人的宗旨啊！啊，你咋还在这儿呢？等我请你吃晚饭啊！啊，这里还管饭啊？这么好的吗？你退衙了，退衙了，快走吧。饭都不饱。啊？南瞻部大道。三界上古神话演义中说，远古时代，三界四周，东胜神，南瞻部，西牛贺，北巨卢。名山市属于南瞻部州。哟吼，还是有点脑子的嘛，基里。哼哼，作为一名优秀的漫画家，这是最基本的常识储备。瞧不起谁呢？切！哎，听说了吗？名山大学那个怪谈任务刚刚又升星了。昨晚的爆炸闹的吧？哼，也是邪门，都1个多月了，去了那么多人，硬是没找出原因啊。现在危险升级都没人肯接了，有损防务署的正标头正头痛呢。哪儿来的中二病？这不是剑侠客那韩货吗？剑侠客啊！刚来就惊动了天书，除了古精灵，还只有这家伙了。你们侮辱谁呢？这小子蠢到惊动天书，而我们古堡一来就干翻4星妖风，有损命域试炼，直接金满照壁。他配和我们古堡相提并论？有损命域试炼。命域，天命之人异于常人的根本啊，决定着天命之人的战斗实力。这面照壁就是检验命域强弱的，命域太弱通不过，就别进时空之系送死了。而通过的人，照壁会视命域强弱，
呈现金紫蓝绿白5级光芒，金满照壁为最顶级。目前只有古精灵达此成就。你准备好了吗？你拦我干什么？通过了我的实力3阶守卫妖不可降天选战士，多再见！走，沙妖风！你搁这干啥呢？大男人磨磨唧唧的，难不成怂了？哼，怂？我是那怂人吗？我只不过是在酝酿。什么低级命运呀？怎么会这样？啥意思？哎，等会儿，我可是被上天选中的男人，绝对是这玩意儿的问题。嘿，吼，吼，嘿，嘿呀！裂了！正标头。天启这么多年了，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能弄坏这面照壁的人啊！啊，少年，愿意猎杀妖风，冲锋陷阵吗？愿意做一名真正的勇士，正视淋漓的鲜血，守卫3界吗？那个不必多言，我懂。照壁一修，宝剑难觅。如此好剑，就该饮尽妖风的血。而你，少年，注定成为伟大的战士。我一直这么觉得。我好像闻到了一股套路的味道。眼下有个任务，正需要你这样英勇的战士去解决。给。蹦迪的诡异文物，莫名消失的古剑，离奇的爆炸，还有发疯的垃圾桶。哎，大家都说是那个古城遗址挖到了什么邪门的东西，所以呢，这就是你来偷垃圾的理由吗，吉利？别人夸你几句就把你忽悠瘸了，你的时间是用来偷垃圾的吗？你该去杀妖风，计时控制系杀妖风。哎呀，这你就狭隘了。勿以善小而不为，没听过吗？再说，那么多人都解决不了，肯定是在等待本天选之子闪耀登场。灭杀妖风，守卫世界，才该是天选之子的。哎呀，别暴躁嘛。我打听清楚了，灵山大学古城遗址3个月前开挖，但怪谈是1个多月前才传出来的。那个时候好像刚从地下起出一批古剑。古剑？失踪的也是一把古剑。更诡异的来了，这把古剑失踪后，陈列室里的文物再也没有乱蹦跶过。怎么，认识？切，都烂成这副德行了，谁看得出来呀？也是啊。但不管怎样，
根据我夏洛克·福尔摩林的高超推理，名山大学怪谈肯定与那把消失的古剑有关。废话太多，只会暴露你的智商，基里。同样蹊跷的，还有昨晚的爆炸。你看我干嘛？我可什么都不知道，基里。哼，我知道了，绝对是那把古剑想召唤来自地底的邪恶力量。嘿嘿，我可真是侦探界的小天才！哈哈哈哈。不过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到那把失踪的古剑，到时候一切就都水落石出了。时空之息！妖风，上吧，杰里！愣着干什么？不要忘了你的使命！哎，这家伙！逗我呢？逗我呢？我果然是被上天选中的男人。哼，来呀，你个臭脚蟹！哼，接下来是我的，妖风小跑。这么猛的吗？岩巨长，生死的大螃蟹。不对，这么转折的，宝剑，我的无敌大宝剑。救命啊！不要上演这种颓废男主的戏码。其实，
守卫3界是有很多种方法的。哎呀，讲人话！我不杀妖风了。虽然抉择是痛苦的，但人生总是要做出抉择的。你就是怕死吧？我以为我真的要死在里面了。失败的比较尝试，失误而已，别怕，上就完事儿了。不要啊！喂，你可是3界9星天选之子，连你都丧失了战斗的勇气，那什么天选之子啊！我差点就死了，要不是古精灵救了我。不乱挑的吧，鸡巴傻！不是上天赐你一点考验？什么考验啊？你的破老天要是真那么牛，那就让枯木开花呀！就让我日赚10亿啊！再不济也……这复原跟断剑给我看看呀！臭小子！这是……真的复原了。啊，这绿光！是那道绿光吗？哼，战炉可是神器，能复原战炉的来头绝对不小。我也这么觉得。会是什么呢？我知道哟。你知道？哎呀，这么简单还用想？当然是因为我是天选之子啊！没错，昨夜的意外只是上天给予本天选之子的一点小小的考验。我既然肩负重任，必将战斗到底，绝不会让妖风肆虐。嘿，居然对着小子心存幻想，是我失误了激烈。不过也好，这小子肯再进入时空之系是件好事激烈。但那道绿光是什么呢？啊，对了，吉里，你上回说3界上古神话传说里远古魔神之战的事儿是真的吗？吉里，那就是英雄麾下4大护法5大守卫也是真的。吉里。果然，我就说天选之子不可能没有护法的。护法吗？由陆氏集团成立的全球粮食基金会正式在我市剪彩落户。未来，该基金会将致力于解决世界粮食匮乏问题，帮助饥荒人口。喏，这小子居然肯跟着你瞎晃一整天，绝对有问题，基里。哎呀，善良点儿，别老把人想得那么坏。他虽然有点拧巴，但是个好人。时空之系。啊！这是什么妖风？4星妖风，邪灵，善隐遁，偷袭，千万小心。快走！
尽力尽力，我给你保证。等等，啊！不要冲动，我先定一下战术。啊？定战术？邪灵敏捷，你先用偏红一击。偏啥？啊？不会？那就横扫千军。咋扫？啊？枉你惯用剑气，竟连基本操作都不会。啊！前后夹击，攻他腰部。啊！是我大宝剑！攻他头部！这啥情况？邪灵遁地，情势危险，随时会从地底以急招进攻。跟着我。什么？小心！啊！啊！陆航，你脚下。快抓住！陆航，你没事吧？我来解决他。陆航，你就保护好自己。什么？战力有差距很正常，千万不要勉强自己，这样很危险的。你不守规矩，不听指挥，不会招式，我救你，你还嘲讽？我怎么会嘲讽你呢？要实事求是，直面差距。我是在关心你啊！阴险！卑鄙！无耻！哼哼，尝尝正义的制裁吧！你的确战力不俗，那当然，我可是天选之子。虽说有些莽撞愚钝，但你今后成为我的队友，多加历练，定能有所感悟提高。队友？哦，原来你想成为我的诱护法呀！诱护？你志向高远，可惜实力上还有那么一点点菜。所以，就算了吧。但是呢，也不要灰心哟，继续努力，加油！陆航，这也
陆航，我收回刚才的话，你不菜，你很牛掰。嘿呀，以后咱们就是兄弟了。我呢，会带领你消灭邪恶，维护正义。你先松手。以后战斗，我来带头冲锋，拯救世界。你作为我的右护法，要专心辅佐我哟。辅佐。本天选之子终于收集到第1枚小伙伴了。你连自己的看家招式都不会。哎呀，没事没事，这也不会影响到我的强大。横扫千军，千红一击，横扫千军。哇，陆航现的这本秘籍果然厉害，他可真是个好护法呀！我都说了，你是天选之子，不需要学这些凡夫俗子的套路。以前我孑然一身，但现在如果不好好努力的话，就不能保护右护法了。切，我看人家并没有这个想法。喂，编辑大大，是不是我的作品反响热烈呀？做你的大头发，你画的什么鬼东西？明天中午12点前再交不出像样的稿子，就当着被拉黑吧。唉，看来我的格调还是太高了，普通读者跟不上我的审美脚步啊。还是拯救世界打妖风比较适合你弟弟。打妖风？打妖风？对呀，就是打妖风。喂，你去哪？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喂，房东大叔啊，我的漫画更新了，打赏个呗。美女，关注、收藏、打赏一下。大黄，支持一下。打赏，点赞。谁呀？大半夜的。你小子走狗屎运了。快看你的主页。真搞不懂现在的观众品味怎么了，这种渣滑稽，居然有人关注。哇！趁热打铁，再教一话，最好有新人物登场，又黑又炸的那种，紧紧抓住用户。太好了，耶！吼，嘿嘿，又 A 又炸。有了，7分天注定，3分靠打拼，我可真是个光芒闪耀的漫画小天才。净搞那些没用的。喂，你准备什么时候去打妖风拯救世界啊，吉利？择日不如撞时，我也想早点碰上时空之息呀，还能搜集点作画素材。啊！你要干什么？别过来，不然我就要报警了。看你往哪儿跑！你报警也没用，他们可找不到这里的。住手！
天化日，朗朗乾坤，竟敢明目张胆的为非作歹，还有没有王法了？现在的坏人都这么惨，你没事吧？啊？看，对不起。医药费、误工费、营养费、精神损失费。啊，个十百千万，这个数字也太不吉利了。你才不吉利呢！我今天刚开机，你耽误我多少事儿？催单。对不起，要不然你给我差评吧。你也吃一个吗？啊，好人。怎么哪儿都有你？居然来祸害我家默默小天使，真是该死的剑侠客！吉利。太好了，献祭的时刻到了。哪来的大风啊！妈妈！时空之系，正好，又可以拯救世界了。扫天军！驯不死我的，只会使我更强。横扫！终于要成功啦！王本族卧薪尝胆，受尽折辱，风雨即将修复，三界永世太平！天选之子，怎么能让左护法一个人去战斗？我大宝剑，横扫天军！他这么强的吗？古精灵怎么样？我是不是很强啊？
今后我们一起战斗，打遍天下无敌手。我去，这个家伙在干什么？哼，漂亮！以为是匹黑马，结果是个坑逼。你们不觉得他那把剑有点奇怪吗？古剑灵，古剑灵，我们一起。你给我老实待着。萝莉，哈！亏是我看中的左护法。元神呢？古剑灵，古剑灵，我们组队。是你？我已经这么真诚了，为什么他还是不愿意做我的左护法？天书公衙提醒您，您的罚款2000金已逾期未缴。剑侠客林一帆，免在初犯，只警告罚款。稍后你会收到处罚详单。没事，努力打妖风就能还上。旭阳刚赔偿费，请我提出维修费。没事，虱子多了不怕咬，只要稿费按时到账。编辑大大，是要结算稿费了吗？还敢想稿费？你的漫画因为抄袭已经下架了。别想拿到1分钱！呸！业界败类！不可能啊，都是我呕心沥血的原创内容啊！你等一下，我马上过来。时空之系，李范，你没见过老不好找我，房子我已经买了，我把钱付齐，你不偷的东西那是稿子，都给你丢出去。不要动我手稿！那些稿子都给你丢出去！要成为优秀的漫画家，日行一善，拯救世界。
事吧？没事，这是英雄的勋章。放心，有我在，不会让你受伤的。吃我一击！好，乘胜一击！老虎头，快来搭把手啊！我怕。他现在没空管你，你可是天命之人，要相信自己。好硬啊！你耍赖呀！既然这样，我也要拿出我的真本事了。哼，只能教你重新作妖了。哼，超神绝杀。怎么越来越大了？现在怎么办呀？先跑再说呀！动不动！不好！不！可恶，没赶上。起了手稿来到这里，不是为了眼睁睁看你伤害别人的。天选之子，从不做选择。拯救世界，漫画家，我都要。怎么削你都死不了。那就化灰去吧，横扫天军！
林一帆，有你包裹。不用谢，这都是英雄应该做的。嘿嘿，啊，那不是红人剑侠客吗？他口味这么重，居然跟娘娘腔大叔搅在一起。没想到你这么耐打，居然没受伤。对了，给。我也有一只泡泡，叫小蓝，跟你这只很像。有照片吗？给我看看。我看是娘娘腔缠着剑侠客吧。舔狗虽然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哎呀，可怜啊，舔到最后一无所有。再怎么说，人娘娘腔大叔也能耐呀，能勾得上红人剑侠客，没准明天就能和古。从今天起，虎头怪就是我的好朋友。谁要是敢再欺负他，对不起。好霸总啊！谢谢你。哎呀，谢什么呀？我们是好朋友吗？你放心，以后我罩你。哎，话说回来，我们为啥非要在南瞻部大道见？最近名山公园风景很好啊。这个……哦，对了，之前看直播，你的剑好像有些古怪。我回去查阅了一些古籍，有可能是被精怪附体，要当心啊。你对历史有研究，正好我有问题想请教一下。你想给漫画找素材吗？啊，你知道我的漫画？我有追更、投票、打赏哦。啊？我去，真的假的？哎，个、十、百、千，万！哦，耶！什么？对不起，你没事吧？啊，小兰，抱歉，我先走了。小兰，小兰，啊，你去哪儿了，小兰？啊？啊，难不成是他？小兰，虎头怪！哎，太好了，你找到小兰了。狗样的泡泡。剑侠客。你是虎头怪？
小兰是在这附近丢的吗？你看，这是小兰的照片。哎，你怎么也有护着？经理，你干什么呀？哎，好痛啊！小兰她是我在名山大学考古遗址爆炸那天捡到的。爆炸？太巧了，我也是那天捡到它的。什么声音？别紧张，这是大雁塔里传出来的。大雁塔？传闻大雁塔下镇压着10万远古妖魔，时常发出刚才那样的吼叫，但其实这只是风经过大雁塔时，空气在塔内快速穿过、挤压、震动产生的声音。这也经常出现吗？这是。快走！救不到现场，下面妖怪快就要出来吃人了！传闻竟然是真的，我的小兰该不会……放心，就算吃了，我也让它吐出来。吃了。好，前进！见了，我明明飞出来了呀！谁给我丢的？小心！跟着我！不要快走，帮我保护基里！走，先！怎么回事？身体好肿啊！一帆，你没事吧？好痛啊！快闪开！麦芽，快跑！快跑！放心，有我在，不会让你受伤。从今天起，虎头怪就是我的好朋友。一帆，一帆。一帆是我第一个朋友，我绝不允许你伤害他。小兰，下面我们来看海面情况。据气象局观测，南大洋近日出现异常大风气象，即将形成大洋最强台风风伯。而台风形成之后，其中心的风力最高可达到17级。
息，台风将一路北上，途经本市南部沿海，而市区内将出现6到7级大风，请市民朋友们做好防护准备。咕嘟，救命啊！把我们拉回冰激凌！欢迎林婉老师做客本期的漫漫星云。林婉老师你好。林婉大神。你这家伙！哎，听说林婉老师最近准备扶持一些有潜力的新人作家呀？坏得很！是不是想杀了我们，永绝后患？啊，是的。告诉你，一位优秀的漫画作家要成长起来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们筛选了人气新作，准备挑出最有潜力的作者进行扶持。就像这本林一帆的《木帆旧事记》，就是一部很有潜力的作品。哇，林婉大神注意到我了！我是潜力漫画家，啦啦啦啦啦啦！你好，您好，是林一帆先生吗？这边是网易娱乐，我司想购买您漫画的影视改编权，看您什么时候有空来详谈。喂，林先生，市区风力逼近9级，请市民朋友们千万不要外出。网易娱乐影视改编，我来了。没想到您这么心急，顶着台风就来了，林先生。叫我林一帆吧。你总把我放在心上，也挺奇怪的。咱们还是来说一说版权的事儿吧。那我就开门见山了。这份合同我们花了很多心思，为的就是最大程度保障您的权益。有效期是10年，而版权费有60万。啊，60万？哎，有60万呢！对于新人作家来说，价格很公道了。有了这笔钱，就可以还清欠款，我就能重新邀请左护法入队，以及其他事宜之类的。所以，我签。好买卖，不做就吃大亏了。你要不要再看一下合同的内？不要。你是左护，那个秦墨的经纪人，我谢你。您真是爽快。什么时候打钱啊？3日内支付10万，完成剧本后支付剩下的。啊？剧本？什么剧本？这个呀，漫画还有许多值得挖掘的地方。你是原作者，由你来做影视化的改编是还原故事最好的选择。但一些关键性的情节，我们应该先做个大纲之类的探讨一下。比如主角身体里的封印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封印？什么时候种下的？诸如此类的这些，我们得先……哎呀，关于封印的内容，我还没想好呢。按照观众的观影习惯，封印的存在最好能引出一些推动主角英雄事业的大事件。我们假设，20年前，在荒无人烟的大雪山里，小男孩偶然间获得了一件影响天下存亡的秘宝。但道貌岸然的正义之士夺走了秘宝，并在男孩身体中设下封印，让他再也想不起这段往事。再然后，小男孩孤独的成长，在寻找与……等会儿，小男孩为什么会在荒无人烟的雪山？他的家人呢？秘宝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在雪山？正义之士封印了小男孩的记忆，为什么还要封印他的潜力呢？这不是关注的重点吧？哎呀，算了，看来是指望不上你了。
我还是回去慢慢想吧。下次再聊啊。林一帆。嘿，呀！我叫林一帆，确实不简单。点击收藏破100万，偶像提名赞不完。Yo yo， 这个 yo，One more time。我叫林一帆，真的不一般。作品大卖把钱还，左右护法求爆盘。耶！Yo yo yeah！ 糟了糟了！你在这里做什么？做护法？你是来特意恭喜我的吗？我的漫画要改编成电影，很快就能还钱给你了哟。你再考虑一下我们组队的事嘛，怎么样？啊？服了你，这种天气四处跑。嘿嘿，你干嘛？车坏了，一起过去吧。嘿嘿。这里就是天叔说的，时空之隙呢？没什么不同啊，倒是感觉风变小了。台风过去了？不是，这里有结界。结界？是谁？出来！又来！这次是梦游沙滩派对吗？天命师，守得住，不能伤害平民啊！这下怎么办啊？救命啊！什么声音？救命！这群家伙力气突然变得好。顾精灵，你好帅哦！不愧是我看中的左护法。什么手？可恶！小心！呀！撤！怎么样？你们没事吧？右护法，你也来啦！太感动了，我的左右护法终于聚齐了！
时空之系来到了现实。这个妖风不简单，我们先定策略。你要是怕，可以不上。喂，这不是普通妖风，先试探再。左护法说的对，别磨磨唧唧了。既然不是普通妖风，那就一起上！这家伙毫发无损，看来麻烦了。体型这么大，竟然这么灵活。速护法！没事吧？别让他有反应时间。阎罗力，波浪滔天。不要！住手！住手啊！叫你！住手啊，混蛋！小哥，刚刚那是错不了，肯定是。老实点儿！剑侠客，就这，拿点新鲜的来招呼。
玄之子！这家伙在干什么呀？火精灵，天命之人，绝不轻言放弃。左护法，别愣着，小心点。疯了！全都疯了！刚刚那是弱点，这家伙一受伤就会把身体膨胀和硬化，越是这样，他的身体就越容易崩溃。他肚子上的东西是最脆的，只要不间断的攻击。我来牵制他，你找时机下手。趁现在，受死吧，混蛋！可恶，再来！不行了，这家伙实在是……波澜不惊。这是什么？你们几个，太胡来了！是你？为什么不等天书的支援？嗯，这声音，难道你是叶医生？叶医生，你来救我们啦！嚷什么，臭小子，净给我找事！力量回来了。这个能量罩转换的是刚刚长风的力量，只够你们用一次哦。足够了，只要一次就足够了。灵动九天，嘿！锁魂判官，二龙戏珠。横扫牵卷。妖风元神成功了！臭小子，干得不错嘛！那是妖风元神。左后法，右后法。接下课，我们成功了。
神联手作战，我又错过了什么？舔狗们醒醒吧！他剑侠客走到哪儿，哪就有厉害的妖风，根本就是个扫把星。爸爸。你醒啦，吉里。好疼。哪里疼？我帮你看看。不要给本座看这种脏东西。这个是吉里。打扰了。左后吧，不是你想的那样。怎么了？这是接通了吗？一帆路航，请问，听说你们打败了七星妖风，好厉害呀！发生什么大事了？不知道啊。哎，叶医生呢？哦，说起叶医生，没想到他小小的身体有这么大能量。当时我们差点被妖风呼死，叶医生一招逆转局势。哎，叶医生也参与了吗？公告里完全没有说呀。哎呀，我这边有点故障，可能天气不太好吧，我得延迟回去了。麦芽志去哪儿考古了？网络这么不靠谱。哎，对了，公告里为啥没有叶医生的名字？他这么强，之前没人知道吗？只有一个原因。喂，大叔，关于七星妖风我知道的都说了，你还有什么要问的？你父亲王战在哪儿？你认识我爸？你们是朋友？哼！哎，难道他欠你钱了？我没钱啊。他欠的，你永远也还不了。啊？不会欠了1个亿吧？那既然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玩真的？大叔，我真没钱。说，你跟王战怎么联系？又是怎么配合白幽灵引妖风入室的？你带我来不是调查七星妖风，你到底想做什么？留着力气，好好想我的问题。痛苦吗？比起那些被背叛害死的人来说，根本不算什么。自说自话的卑鄙小人！有本事我们堂堂正正的打，把我关起来，算什么英雄好汉？对付一个叛徒的儿子，需要用什么光明正大的手段？他害死了北曜，夺走了药师残片，他就是天书的叛徒，白幽灵的奸细。不可能！我爸不可能做这种事，你们一定弄错了。我再问一遍，王战在哪儿？药师残片在哪儿？我不知道。白幽灵的计划是什么？你潜伏在天命之人中，到底图谋什么？我没有背叛过天命之人，我的队友都能证明。队友？谁会跟奸细的儿子组队？别出声！他是个硬骨头，你要是再不说，
精灵。古精灵，你这是要劫囚啊？你们两个救人，休想！小心！剑侠客！好啊，一个两个的都胆大包天，妨碍公务，一并捉拿。剑侠客，想走没那么容易。死要，你敢拦我？审查时间到了，审不出就要放人，你不能私自用刑。哦，这么说来，你是要放他？小心，他的目标是剑侠客。叶医生，惊奇吗？你以为叶医生是自愿加入你们的吗？你不会天真的以为我堂堂天书会和叛徒的儿子沆瀣勾结吧？先走，你自己小心。今天谁也别想走！死药，你这是来真的？你可以试试。顾精灵，你受伤了，别说话。你为什么来救我？你救过我，我不想欠人情。那你和我组队时，我从不和任何人组队。什么？在那里！快抓住他们！站住！你先走。从不和任何人组队。谁会跟奸细的儿子组队？王战他就是天书的叛徒，白幽灵的奸细。呸！怪不得现在妖风越来越多，明山市的和平就是被你这种败类给……还我爸爸！大家拼死拼活打妖风，到头来都为他。就是，快！连奸细的儿子就是奸细！滚出去！已经几个小时了，这不吃不喝也不动的，这小子该不会受了打击，撂挑子不干了吧？那个，难过就哭出来，本座的肩膀借你啊，基里。你别往心里去嘛。你爸是奸细，你又不是，对不对？本座能证明。还有啊，他们不愿意跟你组队，那只是因为之前你太菜。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你命运封印才解开一半，就能有这么惊人的战力，没准真是天选之子呢。所以，本座决定不拿你补阵了，感动吧？
关于剑侠客是否是白幽灵奸细的调查结果，3日内公告，请各位天命之人不信谣不传谣，共建和谐南瞻部区。叛徒滚出南瞻部！艾特剑侠客！太伤心了，剑侠客大神居然是叛徒，心碎，心碎，心碎！强烈建议天书废除剑侠客命运，将他永久除名。必须把他除名！听到了他的声，你不要去死啊！他会说话。搞什么啊？天书的人，怎么回事？吉里，吉里，你怎么在这儿？你还问我？你怎么不问你自己？一点挫折就写遗书寻死觅活，谁管你的毛病？弟弟，寻死？我没有啊，我只是捡箱子。哇，这什么东西啊？那个地方是北巨炉的大雪山。你说你不好好的在屋子里待着，飞到这冷得要死的雪山来干啥？吉里，老爸不可能是叛徒，当年的事故地说不定有证据。切，就怕证据没找到，小命先丢了。这荒山雪岭的，不被冻死也会摔死。你放心吧，我运气好，死不了。那你现在在干啥？爬了半天都没出坑。哎呀，你别这么焦躁嘛！有志者事竟成，我就不信。哎，快看，是地图标记的地方。你先给本座爬出来！哎，我去，这么高！哎，这么大的地方，你一个人得找到猴年马月去。就算只有我一个人，也要找下去。可是这么高，我们怎么下去？别急，让本天才想想。快点，不要掉下去了！对，就这样下去。秦墨，我是已经上天了吗？居然看见秦墨了，真的假的？哎呦，这皮肤好真实啊！等，啊，怎么这么巧？大家组团来旅游了？你个大头鬼呀！话说回来，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你还有脸说？要不是陆航猜到你会来雪山，刚刚的意外怎么办？你打算一个人跑来找证据吗？哼，身为队长，抛下队友私自行动，毫无团队意识。队长？可是队伍已经解散了呀。
谁允许解散了？我可没想过退队哦。可你不是被迫入队的吗？也算不得被迫。关于这点，我向你道歉。我姐姐是天书成员，她也参与了20年前的大雪山行动。啊！我接近你，是想调查真相。我们一起努力，一定会找到真相的。我们一起。啊，这么说来，秦墨你也答应加入我们？我从不和任何人组队。这样，但你不一样。秦墨，好，我宣布，破时空宇宙无敌战队全员到齐！耶！哈哈哈哈！谢谢你们没有放弃我，但是真的好冷啊，我受不了了。雪山果真是个危险的地方，你穿这么少都不冷的吗？天命之人因为有命运，没那么容易感觉冷啊。命运？倒是因为我的命运被封印。什么命运封印？这个蠢货，你张嘴没一字不漏。没什么，没什么。怎么不说话了？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命运封印，命运封印。也看不出什么，回去好好给你检查一下。嘿嘿，好的好的。哎，对了，麦芽，你考古怎么样？来这里不会耽误考试吗？我们考古的地方就在这附近。对了，上次不是跟你们提到了一个有意思的东西吗？在探测的时候，我们意外地发现了一具奇怪的骸骨，形态有些像人类，但它的骨骼中竟然有一枚妖风元神。难不成是类人形态的妖风？可是，这地方也不能多待了。怎么回事？雪崩了！快撤！没想到歪打正着，飞机残骸竟然就埋在我们脚下。一帆，你怎么了？我好像来过这里。你当然来过。你不止来过，还拿走了不属于你的某样东西。你是抢地图的人？你怎么会在这儿？哼，怪不得这么轻易就撤退，原来是在这儿等着我们。你们，别搞笑了，我要的只有林一帆，识相的赶紧滚！我？做梦！我们是绝对不会抛下一帆的。勾结妖风，屡坏三界安宁，同为天命之人，你们到底想做什么？哼，做什么？做天书本该做却不做的事。天命之人本是人类的进化，明明拥有更强大的力量，凭什么要去做保护平民的狗？你在说什么胡话？能力越大，责任越重。拥有更强大的力量，就该肩负起守护世界的责任。听听，强大就活该被奴役，这就是天书的歪理。世界的格局早就该改写了，而我们白幽灵将与异界的朋友一起建立新的秩序。你们疯了！妖风残暴，就不怕是与虎谋皮？你们以为妖风就是天生的怪物？哼，真正残暴的是天书。你一派胡言！引发台风，毁成伤人的是你们。天书营救市民，保护城市，维护三界和平为己任。我绝不允许你
污蔑天书！哎，这家伙交给我！去，抓住林一帆，其他人生死不论。发生什么了？小心前面！好痛啊！是谁在攻击我们？吉林，你能看见？啊，又来了！前面，左边，右边。他说话了。可恶！到底是谁在攻击我们？啊，糟了！吉里！牛鬼蛇神，百相皆幻，幽冥鬼眼。这是旗帜。愚蠢的凡人。保护剑侠客，压制！阎罗令，我行招！报复！瞬间秒杀！做火把！秒杀！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杀了我的嘲讽小乖乖，竟然没有半点悔意。尤其是你，剑侠客。伤口在恢复。恢复了！哇，叶琪，你还是奶妈呀！碍事的人。好快！接下来，不行，根本没法还手。和以往的妖风不是一个级别，太强了。雷霆之怒！呀！玉凤！就这？哼！
怎么，不甘心吗？看着同伴一个个倒下，哀叹自己的无能。那么你应该能稍微理解到本将的痛苦，被你们夺走孩子的痛苦，带着忏悔，死吧！气撒的差不多就行了，私仇之后再算。九头大将，不要忘了正事。你在命令本将吗？哼，罢了，姑且让你们多活一会儿。切！一帆，一帆，爸爸，等等我！一帆，别怕，爸爸很快就回来。爸爸，不要走！爸爸，爸爸，爸爸，不要走！是时候了。寻了这么久的钥匙，终于到手了。咕噜，海基里！玉芬，这是什么东西？放开我！老实点儿。哈哈哈哈！我就知道，连月残片果然在这小子体内。20年了，终于又回到我们手上。九头大将，你这是什么意思？这么重要的东西，还是本将来保管。这可和当初说的不一样啊！哼，当初，别忘了当初是你们。有点意思，抽干了真气，竟然还能活。我倒是感谢你们，把那个鬼东西拿出来。拜你们所赐，我现在浑身充满力量。难道是命运封印解除了？太好了，基里！我就说吧，我就是天选之子，你还不信？他是你的宠物？不是我的，还是你的不成？把他交出来，本将就饶过你们。做梦！吉里是我的家人，我是不会把他交给你的。放了我的同伴，交出钥匙残片，不然我就不客气了。知道你蠢，没想到这么蠢。
你以为还能跟我们讲条件？你，这边交给我，你去帮他们。哼，没用的东西！有意思，你的气息居然变强了。哼，我可是天选之子，要不是之前被封印了天赋，还有你们蹦跶的机会。管你什么字，杀了我的小乖乖，就得拿命来还！这强的气势，在你也是爱宠之人的份上，本将与你一战，出手吧！速度好快，跟不上！你要躲到什么时候？剑侠客，不错，就能顶得住本将一刀。你有一把好剑，不过你不会天真的以为你能打败本将吧？你说错了，不是以为，是一定。剑侠客，古巨流，本有余地周旋，可你回绝了我的提议，用命来搏，杀我爱宠，阻我大业，你以为凭你们的烂命够赔？可笑！既然你这么想死，本将便成全你。波澜不惊。什么？这是恢复浮流。增幅法术，这小子的力量在涌出。一次增幅就变得这么强，还是说他本来就……那场人为的天灾，你知道有多少无辜的人死去？作践人命，却觉得理所应当。命，弱者的命值几个价？你们这群无知苟活的败类，只配被踩在脚下。我倒是小看了你，不过你别忘了，你也不过是蝼蚁罢了。到此为止了。什么？是他们？这臭小子！左环判官！长堤溃于蚁穴，这道理你可能还不懂。和平是这世上最奢侈的事情，可你们偏偏视安宁为粪土，用无辜的生命为你们丑陋的野心做无止境的踏脚石，你们罪恶难恕。
冷、扫、千、卷。这还有公式呢，快点！3天期限已到，天书怎么还不公布剑侠客的奸细身份啊？出名剑侠客，请天书出名剑侠客，出名剑侠客。天命之人可以为了斩杀妖风流血牺牲，但绝不能因为叛徒而死。叛徒一日不除，名山市一日不宁。是天书，天书来人了！天书来了，相信天书一定会做出最公正的裁决。哎，这是要干嘛？去抓剑侠客？不然呢？还迎接他不成？剑侠客他也配？啊！快看下面！剑侠客，还有武精灵，怎么回事？都是一身伤。我听说他们这次是去剿灭很强的妖风，好像还有白幽灵。白幽灵，那不是咱天书的死对头吗？他真的是奸细。我们的英雄回来了。